看到野水山，爱吐土香过少，爱今年爱吐5年先，爱等伊到青好秋水，还有去脚踏茶。爱到陈佩玲，今年爱5年生嘞。爱青好讲客话，虽然俺唔係客家人，不過愛青好講客話，念客家童謠。花莲县的吉安小小客家坊，用活泼的歌谣舞蹈引发社区孩子们的学习兴趣，在潜移默化之中，让孩子们认识客家文化，了解客语之美。是不是喊等一下哦？好可爱哦！喊等一下！阿叔大叔，点得到吗？点得吗？好，回来了。其实，在客语部分呢，教学我走向多元化，因为现在孩子大部分对客语都非常的陌生，所以呢，客家念谣一定是最基础的东西。愛聽山歌草減來，ทั้งหลาย聰明好口才，愛嘅山歌水口唱，衝到心花蕊蕊開。在教学里面，会给孩子念谣，还有客家的童谣，还有一些数来宝里面的内容，甚至于一些小动作，很可爱的动作，跟孩子进行互动的时候，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都能够念出来的，是老师教的客家念谣，甚至于客家童谣，甚至于客家数来宝，这是老师最大的成就，也是最大的安慰。小小客家坊轻松活泼的教学方式，带动学习风气，让逐渐流失的客语文化能够向下扎根。上课喽！喊等一下哦，喊等一下哦，喊等一下哦。